时代当咧进步，女权是愈来受到正人的重视。新竹市妇女馆成立6冬瓜以来，有真侪摆以两性平权做主题展览。即阵还有一项展出是过去协助受暴力对待妇女社工精选记录，透过温暖的相片和文字，让大家知影讲性别教育应该对上界源头的教育来出发。这一张相片，拢是记录过去为了要推广性别教育所举办过活动。透过相片参故事的小解，让参观的民众更加了解性别权利平等有偌重要。现场有过去捌经历过创伤的妇女朋友，看过了总算会当勇敢面对家己。因为我生长的家庭是比较传统的那种，那就是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那种刻板印象，所以我对于这种议题的展览，我自己本身都是蛮有兴趣的。告诉我们说，在整个观展的过程中，似乎也是一个他重新整理自己、接纳自己的过程。他看到了，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样，让他好像可以更去拥抱他自己。除了展出真侪相关的记录，现场佮特别设计一个空间，让大家会使心情放轻松来看册。发参大家分享故事。那我们平时呢就有透过相关课程的开设，那进行妇女培力，那也有透过相关的心理咨商等等的课程，那丰沛我们妇女的软实力。那其实是希望说我们可以突破性别的不平等，也可以让鼓励妇女呢可以走出户外，那多跟民众来互动。妇女馆表示，传统社会长久存在男女不平等的现象。要怎来推广两性平等权益，先做社会需要坚调的重要议题。希望透过教育的方式，让大家知影两性平等的重要性。记者赵君和新竹报道。